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加速，快！你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！走！走。迟墨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。费尽心思啊，小妞儿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这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！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啊，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
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要干什么？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，没有岔路口啊。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，我读书少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哎，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迟梦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